Shinikiribak Noa Tsemas Namapulat， 大家平安。我们感谢众教会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奉献。青年事工部在去年完成60周年纪念之后，今年也将展开新的篇章。每年5月的第1个主日是总会锁定的青年事工纪念主日。我们邀请众教会关心年轻时代的信仰生命，一同见证上主的恩典。在接下来的影片中，我们将一同回顾2024年度所办理的事工，并向教会报告今年我们所预定的计划。愿众教会鼓励青年踊跃参与。我们也期盼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不只是用行动的参与，也持续用祷告及奉献来更多支持青年事工部。愿神祝福我们，一起来兴旺教会青年的事工。玛丽玛丽，拜拜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现在来聚会了，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，一起祷告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念的是百节金句，然后是在第20篇。让我们一起来念母语，然后我念一句，然后你们跟着念一句。阿比利巴，阿比利巴，格玛拉吉阿迪兰，格玛拉吉阿迪兰，格玛拉马萨鲁安。格玛拉马布扎阿兰，格玛拉马布扎阿兰，格玛拉米德真安，格玛拉米德真安，阿吉利巴，阿吉利巴，阿德玛米利，阿德玛米利，哥林多前书13章7到8节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手牵着手，去，往普天下去。也许就在下个街头，看到终日等候了他，给他一个最真挚的关系，把人找回来，一同分享主的爱，在主爱里，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把人找回来，一同分享主的爱，让世人都明白，认识主你真好。虽然这不是条一路，但我们仍有主耶稣，他必挪去所有拦阻。